日前，台湾世界团保协会针对20个县市所公布单市幸福感超过86%，其中市政满意度高达76%的调查。台湾落群户除了质疑甲事实有真大落差，嘛当中点名主计处、地政局甲经发局主管，爱了解因所认为的幸福美满到底是啥。对此，议员进一步爱市府反省的，其实是用嘴讲台南适合好徛起。那点的人口数比合并进前更较少。现在少子化拢伫咱台南市，为什么？你他咧讲安居乐业，啊那个得病啊嘛，啊你个事实都是背道嘛，你都靠一支嘴嘛。所谓的幸福要人家感受得到，不是底下话嘛。啊你较对啊。全国大个所在拢咧减人口，咧减。咱台南市，咱即个城市甲城市并袂台湾全国咧比赛城市甲城市的竞争，你即摆甲我斗图，我一直斗图我迄个鸟不生蛋的国家，连印度也比较落去，但因人口足济啊。今日替政府开完节流，会当继续点对市民的福利加建设为出发点，落群户进一步依然甲高雄、台中比较起来，发现包括区公所、卫生所、地政事务所等机关的比例偏悬，拢需要增并降低无必要的人事成本。区公所没有整并，这些人事费用怎么样？多出来的呢？高雄市啊，伊的人口数给咱100万人啦。伊嘛甲给咱一个区公所尔，户政事务所你看，咱18个啦，多咱有改变啦，剩的多甲人有比拼，多甲户政事务所啦，地政事务所，迄拢会当落去整编的嘛。中央还未，那个行政区划法还未通过，安是有你努力。选区都已经整并了嘛，你选区冇人整并，对不对？你行政区没有整并，你选区整并，恁想讲你要做安怎？恁就想讲对恁有好处的，恁个做；对恁若有为难的，会省钱的，恁个无爱做。恁咧徛伫民众的角度呢？恁整并就对民众有好处呢？议员你讲了真对，你这部分你拄则提出一个建议，我都会虚心去检讨。我比如讲。会中议员甚至要求市长将区公所等机构整并，来日后一年选市长的政见，积极来日实质讨论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